来，今仔日是情人节，有一个李先生伫网络顶注文99蕊的玫瑰花，再加上金沙巧克力豆，要送给太太。想袂到摕到手的，拢是巧克力豆，一蕊玫瑰花都无。店家阁无愿意退钱，这个李先生是气噗噗。 今仔日情人节买花送予心爱的，互两人感情更加甜蜜蜜。不过，煞民众开始前股买花送予太太，煞买甲心情真歹。本地甲店家订买99蕊的玫瑰花加金沙巧克力豆装它，是毋到收到的煞是99粒金沙，玫瑰花咧是走去倒位去，互李先生看甲是几百朵花。他官网上面是写99朵玫瑰加金沙花，然后他发现实动态，我才发现。 为什么跟我订的完全不一样？李先生都讲，伊当时伫咧官方网站订买玫瑰花，原本写3000块，业者甲伊讲，因为情人节爱7000，伊就随回钱。不过尾后发现无看到花，去甲业者讲，对方煞回应讲欠花会调整。佮讲若是要玫瑰花，继续伫咧办理到2万，袂当退花嘛，继续退钱。玫瑰同等于金沙吗？7000块可以买多少颗金沙？ 我昨天算过，7000块可以买500颗金沙，它那一束也就99颗金沙而已，而且包的又很丑。网络上有写啊，商品短缺，设计师就有权限去更换。那如果你有确定你的下单，不是写那么清楚。发生消费争议，咱来看消保官安怎讲。那纵使部分的内容缺货，业者也应该更换同种类等值无瑕疵的这个东西的鲜花，也应该及时跟消费者说明。消保官讲，消费者会当请求品质损害赔偿。不过，这间花店嘛，却有网友惹料讲，过去就真侪摆发生小上纠纷，佫会直直改名。即摆佫因为玫瑰花无玫瑰，消费纠纷佫再加一件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